不要也换天然气，这样会比较干净整齐。可是实际这样做下来之后，觉得其实烧柴很容易啊，对啊，又不用浪费瓦斯什么。停留在近1个世纪前的做法，叶吉正和弟弟叶嘉玲榨油用祖传的方式，苦茶子打碎，再研磨成粉，然后放在大灶上蒸熟。我们就是以最纯的茶籽去提炼的啦，都没有再添加其他的添加物。像很多邻居闻到这种味道，就大概就知道我们又在榨茶油。冷却的苦茶粉压成茶饼，冷压之前，兄弟俩注意密合度，这可攸关出油率。因为气候影响，今年茶籽出油率达不到预定的20%，不像业者混充其他油品，这是原因之一。以前都一直跟着妈妈做啊，那妈妈怎么做，我们就学起来。在父亲过世后，好一段时间，耗费体力的制油工作都是妈妈一人承担。客家女性任劳任怨，看在儿子眼里很心疼，决定回家接棒。我们2兄弟都没有人要接这个的话，对那些老客户来说，等于是很可惜的，所以还是毅然决然决定说把它接下来。民众要失传的，强威忙人会做嘞。快要失传了，几乎没人要做了。强威猛人会做哎。速度和产量都无法与大工厂相比，但坚持小批量榨油，散发浓郁香气的茶油拌面线，简单就能尝出美味。来的客人几乎都是老主顾，那来买之后都是老主顾去介绍。日本那时候在台湾办那个台湾博览会的时候，我阿公有去参加嘛，得到的那个奖状。自产自销，客家传承3代的老油厂，在油品危机中更深刻体会爱惜羽毛的重要。兄弟俩选择实实在在自我把关。上课喽！民众不会失传的，强不会猛人会做的。民众不会失传的，强不会猛人会做的。谢谢钟宇老师。